喺香港娛樂圈有咁樣一個男人，佢唔算靚仔，甚至有人話佢生得怪，對眼細細地，面型輪廓分明，完全唔符合傳統定義嘅靚仔標準。但佢偏偏紅足30年，由鑑證實錄嘅曾家源到金枝玉葉嘅孫白楊，由 TVB 視帝到金像獎影帝提名，佢用實力證明咗第二眼帥哥嘅魅力可以穿透個熒幕，直擊人心。但比起佢嘅演技，更令人注迷，亦更令人睇唔透嘅係佢嗰個撲朔迷離嘅感情世界。出道30幾年，佢幾乎從唔同女星轉緋聞，但就不時俾人影到同後生仔舉止親密。佢從冇承認過自己係同性戀，但亦從冇否認過。佢大大方方帶住密友出入公開場合，甚至俾對方以半個仔嘅身份係自己阿媽嘅喪禮上出現。佢就係林保怡，一個永遠令你估唔到，但又忍唔住想八卦下嘅男人。林保怡嘅演藝路行得比絕大部分人都要曲折。出道之前，佢做過消防員，亦做過4年警察。呢段經歷後嚟成為佢演藝生涯中最寶貴嘅財富。個幾年見過嘅世面，經歷過嘅人情冷暖，日後都成為佢塑造角色嘅養分。1987年，22歲嘅林保怡帶住5000港幣逼入 TVB 訓練班，由6平方米嘅細房起步，沖涼都要跑去公廁。1989年，佢以歌手身份正式出道，推出首張唱片《H.O.》，獲香港最受歡迎新人獎提名。但歌手條路並唔平坦，嗰時嘅香港樂壇群雄逐鹿，佢嘅唱片冇乜迴響，同唱片公司意見不合之後，佢轉戰影視圈。1991年簽約 TVB， 真正令林保怡一炮而紅嘅喺1997年嘅鑑證實錄，佢飾演嘅警探曾家源同陳慧珊飾演嘅聶寶賢，成為 TVB 史上最經典嘅熒幕情侶之一。之後妙手仁心系列、金枝玉葉等劇集相繼推出，將佢推上一線小生嘅位置。2004年，林保怡憑金枝玉葉中孫白楊一角，奪得 TVB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最佳男主角，攞正視帝寶座。呢套被譽為宮鬥劇鼻祖嘅作品，平均收視高達32點，最高41點，係當年 TVB 嘅收視冠軍。係清一色女人鬥嚟鬥去嘅戲碼入面，林保怡飾演嘅太醫孫白楊成為萬花叢中1.6劇中多位女主角爭班頭。佢做到呢一點，靠嘅絕對唔係一張靚面，而係個份沉穩內斂又暗衝處處嘅演技。除咗演戲，林保怡嘅音樂才華都唔可以睇少。出道前佢曾經係業餘樂隊嘅鼓手，喺劇集《天與地》入面飾演古老一個時大 show 音樂造詣，令觀眾讚嘆不已。佢主唱嘅《男人心一字馬》更成為一代人嘅集體回憶。如果話林保怡嘅事業係一路高歌夢進，咁佢嘅感情生活就係一團迷霧。出道30幾年，林保怡幾乎從唔同女星轉緋聞。佢唯一公開承認過嘅女友，2004年俾媒體影到同一個女仔行街，佢親口承認對方係自己女友，但之後兩人再冇俾人影到同框。真正令外界對佢性取向產生質疑嘅，係2007年個場轟動全港嘅喪禮。2006年，林保怡嘅阿媽因病過身，2007年阿媽舉殯。傳媒喺喪禮上發現一個唔尋常嘅身影。2005年第一屆香港先生選舉參賽者彭觀棋改名彭江源，呢位全身肌肉嘅25歲港男，唔止一直靜靜企喺林保怡身邊安慰，仲係家屬團入面幫手打點。第二日出殯時同林家屬一齊上山。報道更指彭觀棋係以半個仔嘅身份大廈現身，呢一幕令兩人嘅關係變得呼之欲出。有報道稱，彭觀棋同林保怡半年前因為拍 TVB 月曆而邂逅，隨即火速成為佢嘅背後男人。引人遐想嘅係，彭觀棋前年曾被拍到拖住同性去海灘嬉春。面對鋪天蓋地嘅緋聞，彭觀棋曾經出面回應。2007年6月，佢喺一次活動中接受訪問，同林保怡認識9個月，彼此嘅關係既係同事又係朋友。佢解釋因為自己得閒，先至去林武靈堂幫手。被問到林保怡係咪同性戀時，彭觀棋話當然唔係，
相處過就知。但佢又補多句耐人尋味嘅說話，佢林保怡有女友，呢個唔敢講，可能大家影唔到佢嘅女友，所以令佢嘅性取向一直成疑。而對於自己嘅性取向，彭觀棋嘅回答更係意味深長。我暫時都係中意女仔嘅，但若干年後就唔知啦。呢單緋聞之後，林保怡身邊嘅男性密友開始頻頻出現喺媒體鏡頭中。2010年前後，佢被撞破帶住新戀男助手同老豆一齊嘆下午茶，食飽之後三人一齊行街購物。期間林保怡一邊留意老豆反應，一邊同密友打眼色，而林父被兩人氹到笑逐顏開。港媒直指呢次見家長任務輕鬆過關。此後，林保怡又多次被拍到同男助理出雙入對。傳媒仲影到佢同一個長相好帥、身材健碩嘅後生仔食晚飯，兩人有講有笑，最後仲一齊自拍，睇落非常親密。有傳言指係彭觀棋阿媽過身之後，林保怡都曾經寸步不離咁陪喺彭觀棋身邊，個人互相係對方至親離世時陪伴左右，呢種關係早已超出普通朋友嘅範疇。但林保怡從未正面回應過任何關於性取向嘅提問。傳媒問佢係咪同性戀，佢笑而不答，唔承認亦唔否認，種曖昧嘅態度反而令猜測越演越烈。如果話同彭觀棋嘅緋聞係林保怡感情史上最濃密重彩嘅一筆，2024年初瘋轉嘅國外備婚消息就係將呢場猜測推向最高峰。2024年1月，網上突然爆出消息，話林保怡同相戀15年嘅圈外男友喺國外註冊結婚。了者講到似層層，寫住 TVB 群星集體送上祝福，話題迅速登上熱搜，大量粉絲湧入社交平台送祝福。面對呢場突如其來嘅婚訊，一向低調嘅林保怡罕有地打破沉默。2024年1月16日，佢喺微博附上多張假新聞截圖，發表咗一份嚴正聲明。聲明得19個字，嚴正聲明維護良好網絡環境，停止傳播假訊息。之後佢嘅工作團隊發佈咗更詳細嘅聲明，話網上內容屬於惡意造謠，引發公眾對林保怡嘅誤解。聲明要求平台刪除不實資訊，並表示必要時將透過法律追究責任。然而呢份辟謠並冇令傳言停息。之後過2年，林保怡與同性男友國外備婚嘅消息每隔一排就會重新浮面。2026年6月，又有傳聞話佢同同性男友喺國外結婚，相伴15年終修成正果。黃網娛樂就此向林保怡經理人求證，對方再次表示係假新聞。每一次傳言出現，林保怡嘅態度都出奇一致，否認但唔解釋。佢從唔講我唔係同性戀，定係話呢個係假新聞。呢種辟謠但唔澄清嘅做法，留俾外界無限嘅想象空間。有評論者一針見血咁指出，林保怡有佢嘅處理方式，就係從唔回應，既唔證實，亦唔證偽。係林保怡撲朔迷離嘅感情世界中，有一個名字始終繞唔開，陳慧珊。兩個人係《鑑證實錄》系列同《妙手仁心》系列中多次搭檔，成為90年代末 TVB 最受歡迎嘅熒幕情侶。張家元與聶寶賢、黎國柱與江新月呢啲角色嘅愛情故事，令無數觀眾期待佢哋能將劇中嘅感情延續到現實生活中。劇外關於兩人嘅緋聞都炒得好熱，有傳言稱兩人撲朔迷離嘅感情令編劇都蓋上頭，甚至為佢哋度身訂造劇中台詞。林保怡曾經感嘆，嘴陳慧珊時自己太過投入，某一刻忘記咗呢個係演戲。陳慧珊只好尷尬咁笑着打趣，佢一定係怕接吻嘅時候鏡頭拍到嘅表情太難睇。但最終呢段被萬眾期待嘅戀情從未開花結果。陳慧珊後嚟嫁咗人，而林保怡始終單身。多年後，林保怡受訪時坦承，自己同陳慧珊已經好耐冇聯絡，但佢話如果有機會，想同佢再續前緣，拍一套愛情電影。現實中嘅林保怡同陳慧珊更加只係有緣無分嘅錯過，嗰些年熒幕上嘅深情對望同曖昧台詞，終究只係戲。除咗陳慧珊，林保怡同黎姿嘅關係都曾經引起外界關注。人係《金枝玉葉》入面飾演一對禁忌之戀嘅情侶，
戲外關係都非常親密，曾經喺記者面前互稱老公老婆。黎姿更曾經受訪時話林保怡係自己嘅理想型，但呢段關係最終都被證實只係好友。黎姿嫁入豪門之後，保怡曾經義不容辭咁為佢嘅公司上市站台宣傳。有媒體將呢啲未能開花結果嘅異性緋聞解讀為林保怡性取向嘅旁證，佢同女星關係再好只係朋友。2011年，林保怡做出咗一個震驚娛樂圈嘅決定，離開 TVB。嗰陣時，佢已經喺 TVB 做咗足足20年，係名副其實嘅一哥，但佢卻係參演完被奉為神劇嘅《天與地》之後，毅然選擇離場。對於離開嘅原因，林保怡嘅講法好簡單，都係因為悶，想轉變。佢坦承，繼續留喺 TVB 都係一式一樣，直拍一直拍。2011年前後，大批 TVB 藝人集體面對同樣嘅困境。續約代表繼續係既定嘅套路入面磨，唔續約就代表跳入未知嘅深海。林保怡揀咗後者。然而離開 TVB 嘅懷抱之後，外面嘅世界並唔似想象中咁美好。係外地拍戲，林保怡食過唔少苦頭，被拖糧，被改劇本，被減戲份。佢淡然咁話：你要了解佢哋嘅嘢嘛，就要犧牲少少。但呢啲挫折冇擊垮佢。2024年。林保怡憑電影《白日之下》中精湛嘅演技，首度獲提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以及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男主角。雖然最終未能獲獎，但呢份提名本身就係對佢實力嘅最高認可。2025年，林保怡事隔多年回歸 TVB， 出演重頭劇《刑偵12》，並憑劇中丁樂峰一個入圍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5最佳男主角，同黃宗澤、陳豪、郭明等再度爭奪視帝寶座。由嚟查到回歸，由視帝到影帝提名，林保怡用10幾年嘅時間證明咗一件事：真正嘅實力派，論去邊度都唔會被埋沒。係好多人眼中，林保怡係娛樂圈嘅鑽石王母。佢嘅身家確實豐厚，早年只係用600幾萬港幣買入西貢一間過1000尺嘅複式豪宅，如今市值早已翻倍。豪宅內部裝修別具心思，大廳有一幅巨型吉他牆，壓滿咗7部吉他珍藏，屋外仲有大型旋轉樓梯，由露台放眼望去，山海景盡收眼底。中意跑車嘅佢，曾經花600萬港幣豪買林寶堅尼跑車，更被爆斥巨額買入逾半億嘅半山豪宅。媒體估算佢嘅身家早已過億，但同呢個形成強烈反差嘅係佢生活中近乎高寒嘅作風。林保怡嘅生活過得極度節約，佢會專登去二手市場揾性價比高嘅舊嘢，手機殼爛咗都唔急住換，將就住用直到用唔到為止。日常最中意去茶餐廳叫杯平價飲品，一件羽絨着足10幾年，到今日仲用緊老式按鍵手機。記者曾經影到佢喺深水埗舊貨市場揾家私，佢仲笑騎騎話：呢張台嚟資助過800蚊太抵啦。佢曾經受訪時坦承自己買唔起北京嘅樓。1997年鑑證實錄爆紅嗰陣，佢月薪先得8萬港幣，佢拍一集劇攞3到5萬，扣埋經理人公司抽佣，落到手嘅錢連醫院掛號費都高過時薪。但更深層嘅原因，或許係佢對物質嘅態度。佢講過一句話：唔想為銀行打工，每月收入6成交房貸，咁我唔就變咗間屋嘅奴隸。佢仲言身家豐厚，卻崇尚簡樸生活。好少外出應酬，獨愛投資磚頭，中意買跑車、買樓，理財有道。呢種有錢但唔亂使嘅生活哲學，係浮華嘅娛樂圈中顯得格外另類。林保怡係家中獨子，冇兄弟姊妹。2006年，大媽因病過身，大媽走咗第3日，佢就趕返劇組拍戲。2014年，老豆都因病離世，親先後離開之後，林保怡剩翻自己一個。但佢對父母嘅思念從未停止。佢曾經話，佢認為父母只係去咗旅行，總有一日會再重聚。佢仲用父母嘅名義助養兒童，回饋社會。拒絕佢嘅係一隻叫阿水嘅雪橇犬。阿水由2007年就成為林保怡嘅朋友，陪咗佢10幾年。2014年，
阿水因為椎間突出導致下半身癱瘓，差啲被人道毀滅，但林保怡從未放棄，佢推晒啲工作俾阿水做物理治療，喺醫生嘅努力同佢悉心照料下，阿水總算好返。阿水走咗之後，林保怡又收養咗一隻狗，如今60歲嘅佢一人一狗住喺西貢嘅豪宅入面，做運動、學吉他，老友將日子過成自己嘅模樣。2025年，好友李珊珊喺節目中透露，自己神隱8年對抗驚恐症期間，全靠林保怡給予無限支持。佢當年因病唔敢外出，林保怡多次陪佢散心，甚至陪埋佢入院。2025年1月，李珊珊因病險死，況危急，林保怡即刻趕到醫院幫手。呢份義氣令人見到一個鏡頭之外嘅真實林保怡。2026年，林保怡60歲啦。呢一年，佢同余詩曼闊別多年再度合作拍攝宣傳片，兩人一開工就彷彿返到金枝玉葉嘅片場。林保怡喺片中即席表演男人心一字馬，喚起咗無數觀眾嘅回憶。同年2月，有網民影到林保怡出席活動嘅畫面，佢精神唔錯，全程笑眯眯，但身形明顯發福，老期間頭部微微傾前，有少少駝背嘅情況。有媒體用現老態嚟形容，但一個60歲嘅男人有啲歲月痕跡，再正常不過。佢嘅感情生活依然係傳媒追逐嘅焦點。2026年7月，有媒體翻炒佢與相戀15年男友過愛蜜分嘅舊聞，林保怡團隊再次否認。呢些年嚟，類似嘅傳言就好似潮汐咁，嚟完又退，退完又嚟。對於呢啲傳聞，林保怡嘅態度始終如一，唔回應，唔解釋，間唔中發份聲明話呢個係假嘅。有評論講得透徹，林保怡唔係靚仔，卻好迷人。個人覺得佢嘅味道同哥哥張國榮有啲似，溫柔、儒雅，更有無懈可擊嘅自信。佢係師奶殺手，佢卻從未同任何一個女星轉過緋聞。傳媒問佢係咪同性戀，佢笑而不答，承認亦唔否認。但佢會大大方方帶住男友出行，比其他男明星帶住女友仲要大方。林保怡係一個謎，佢嘅演技有目共睹，由警察到消防員到歌手到演員，佢用實力證明咗自己。佢嘅孝順眾所周知，父母離世後，佢用父母嘅名義再養兒童。佢嘅義氣為人稱道，係朋友最困難嘅時候挺身而出。但關於佢嘅感情，關於佢嘅性取向，關於嗰啲年被鏡頭捕捉到嘅親密關係，佢從唔俾出一個明確嘅答案。佢唔承認，亦唔否認；佢唔解釋，亦唔辯解。佢只係靜靜咁活喺度，演好自己嘅戲，過好自己嘅日子。或許呢個就係林保怡想要嘅狀態，係呢個人人都急住表態、急住貼標籤嘅時代。佢揀咗沉默，種沉默唔係逃避，而係一種姿態。我嘅私生活唔需要向任何人交代。60歲嘅林保怡，一個人，一條狗，一棟望到海景嘅豪宅，佢將日子過成咗自己想要嘅模樣。至於嗰啲關於佢嘅傳言同猜測，真嘅又好，假嘅又好，都唔重要啦。重要嘅係個從唔承認亦從唔否認嘅男人，用30年嘅時間話咗俾我哋知一件事：真正嘅魅力從來唔使解釋。